粵語入邊呢，形容一個人中意扮嘢、撐場面、講派頭呢，就會話佢好沙塵。咁呢個沙塵究竟係點嚟嘅呢？據講喺清朝末年，廣州西關有個富商叫陳沙，靠做洋貨生意發咗達，就想喺大家面前威翻下，所以佢出入都好講派頭，日日都要坐住轎喺街上兜嚟兜去。有一晚，佢又坐住轎喺街度兜風，突然吹起一陣狂風，轎夫冇企穩，差啲就將陳沙掟出轎外。陳沙好嬲，即刻落轎想罰轎夫。點知佢啱落轎都仲未嚟得切發作，有一陣大風吹過嚟，將佢頭上嘅帽都吹飛咗。街坊平時就嫌佢太過招搖，早睇佢唔順眼噶啦。而家見到佢呢副狼狽樣，個個都拍爛手掌，仲大聲笑佢今次陳沙變沙塵啊！之後大家就用沙塵嚟形容好似陳沙咁中意招搖過市扮嘢嘅人。後嚟又將沙塵寫成沙塵，意思都係一樣嘅。